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熙雍的女兒啊，喜樂吧！耶路撒冷的女兒啊，你們都該踴躍。請看，你們的主快要來臨了。當日，天將發射大光，從山巒中將滴出甘露，從幽靈裏將流出奶和蜜，因為大先知快要來臨，他將重新改造耶路撒冷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他是天主，又是人，是達味的系的子孫。他要降來坐在寶座上，你們看見他，必將滿心喜樂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看啊，以色列的聖主，我們的保護者，快要來臨了。他將頭戴王冕，他的領域包括眾海，從這河直到地極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看啊，主快要顯現了，他從不說謊。假如他稍微延遲，你們應當等待，因為他即將降臨，不再遲疑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主將從天下降，如雨露之落在山谷，其時將產生出公義與豐富的和平，而一切地上的王侯都將朝拜他，萬民都將為他服役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將有一位嬰孩為我們而誕生，他將被稱為勇毅，他坐在他祖先達味的寶座上，掌管一切，因為他祖先的權能將落在他肩上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白冷郡，至高天主的城啊，統治以色列的大主將從你那裏興起，他的出生正從無始之始的發生一樣，也要受到全世界各處的稱揚。當他來臨的時節，和平也將緊隨而降到我們的地上。請眾前來叩拜將臨之君王。天地啊，請歡欣踴躍；江巒啊，請歡呼頌揚。願山岡自裂，丘陵自辟，讓喜樂和正義煥發。因為我們的主快要來臨，他將可憐他的貧苦之民。諸天啊，請從上天降下甘露，願雲彩降下義者，又願大地裂開產生救主。主，請記憶我們，並以你的救恩眷顧我們。主，請將你的仁慈顯示給我們，並將你的救恩賜予我們。主，請差遣你的羔羊來治理世界，由曠野的石塊直至熙雍的山巒。主，不能知天主，請來救援吾人，請顯示你的聖容，我們都將得救。主，求你安然降來眷顧我們，使我們懷着成全之心，喜樂地來到你前。主，願我們在世上認識你的道路，願萬民都得知你的救恩。主，求你施展你的大能，降來拯救我們。主，請來吧，不要延遲，解救你子民之罪愆。願主使諸天裂開，並從上而降，
使山巒融化於你面前。坐在革魯賓之上的主，請將你的聖容顯示給我們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亞孟。恭讀聖路加福音。瑪利亞遂說：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，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。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，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。他的名字是聖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，賜予敬畏他的人。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，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。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，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。他曾使飢餓者飽享美物，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。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，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，直到永遠。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3個月左右，就回本家去了。請大家祈禱。主，求你速來，莫要遲延，並以大能輔助我們，使凡信賴你者，皆因你的降臨而獲得安慰。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